2026年高考，所有考生必须抽血体检，否则拒绝进入考场。去搜索了一下，居然是真的。这是一个永生的时代。考试决定前途，血液关乎生命，在缺乏透明的情况下，把两者混在一起，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。当政策进入血管，而不是公开讨论，信任早已破产。301高干病房医生表示，如果学生的成绩特别好，证明营养不错，器官应该给领导用；如果学生的成绩特别不好，证明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，器官也应该给领导用。有网友表示，这招太绝了，因为高考前后是孩子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，平时熬夜大吃大喝，抽血结果不准确。高考前，孩子会保持比较好的身体状况，这时抽血准确率更高，这样入住301医院的老干部选择零件时更准确、更有针对性。于是呢，家长有建议，抽血前让孩子抽上1个月的烟，喝上1周的酒，高盐、高油、高糖加痛风餐，先吃上10天半个月，抽来的血各种指数都会超标。青少年身体恢复快，考完以后恢复正常饮食，孩子伤身一阵子，总比哪天大街上被抓、被摘器官，父母伤心一辈子来得强啊！免费订阅老北京茶馆，更多党国奇葩等您关注。